创世纪第25章，亚伯拉罕其他的后代。亚伯拉罕佮娶基土拉做某，基土拉甲伊生心兰、约珊、米丹、米甸、伊示巴甲苏亚。约珊生示巴甲底但，底但的后代是阿苏利人、利都士人甲利欧米人。米甸的囝是以法、以弗、以诺、阿比代、以列代，这个拢是基土拉的后代。亚伯拉罕将伊一切所有的互以撒。亚伯拉罕嘛趁伊要活地时，将财物分互伊的细姨遐个囝，佮叫因离开伊的囝以撒去东边的地。亚伯拉罕死。亚伯拉罕一生活175岁。亚伯拉罕食长岁寿，平平安安返去伊的祖先遐。伊的囝以撒甲以实玛利将伊安葬伫万里对面的密比拉洞穴，是伫亚伯拉罕对赫人所下的囝以弗伦买来迄区园的内面。亚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拢埋葬伫遐。亚伯拉罕死了后，上帝赐福互伊的囝以撒。以撒住伫比尼拉海内附近。以实玛利的后代。下面是亚伯拉罕的囝以实玛利的后代。以实玛利是撒拉的女婢埃及人夏甲亚伯拉罕生的囝。以实玛利这个囝照因出世的顺序写伫下面。以实玛利的大囝尼拜约，佮有基达、阿德别、米比山、米西玛、杜玛、玛撒、哈代、提玛、以突、那菲斯、基底玛，这个拢是以实玛利的囝，做12族的族长。因大的庄舍甲营地拢照因的名来号。以实玛利活137岁就过身，返去伊的祖先遐。伊的后代住伫对哈菲拉到埃及东边的苏尼，要去亚述的路迄个地区，徛起伫伊亲族的对面。以扫甲雅各出世。下面是亚伯拉罕的囝以撒的后代。亚伯拉罕生以撒。以撒40岁时娶利百加做某。利百加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兰人比托利的查某囝，拉班的小妹。以撒因为伊的某袂生，就为着伊祈求上主。上主应允伊的恳求，伊的某利百加就怀孕。两个双生仔伫利百加的腹肚内相契，互伊真艰苦。伊就讲：是安怎我着遮艰苦？伊就问上主，上主甲伊讲：两国伫你的腹肚内，两族要对你的身躯出，一族要比另外一族较强，大的要互赛细。生产的时到，果然腹肚内是双生仔。诞生出来的身躯红红，规身躯发毛，亲像穿皮衫，就甲伊号名叫做以扫。帝后伊的小弟佫出来，手揪以扫的骹后颠，就甲号名叫雅各。两个囝出世的时，以撒拄仔60岁。以扫出卖大囝的名分。两个囡仔渐渐大汉，以扫熬拍蜡。常常伫山野，雅各个性安静，常常伫布边内。以撒疼以扫，因为常常食以扫拍来的野味。利百加疼雅各。有一日，雅各在控汤，以扫对山野倒来，身躯真忝。以扫甲雅各讲：我忝甲要死，拜托你将迄个红红的汤互我食。因为安尼，以扫嘛叫做以东。雅各讲：你先将大囝的名分卖互我。以扫讲：我着枵甲要死啊！这个大囝的名分对我有啥路用？雅各讲：你着先咒詛。以扫就对伊咒詛，将大囝的名分卖互伊。
雅各就将饼甲红豆汤互以扫，伊就食，食了就做伊去。安尼以扫看轻伊大囝的名分。